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有鞋櫃，另一邊係廚房，佢係梗廚，有爐頭、抽油煙機、櫥櫃。飯廳嘅位置可以放個4人飯台，有對流窗。客廳嘅地方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放梳化啦。窗外係對住翠綠嘅樹林。洗手間係名廁，企缸設計，方便淋用。第一個房間放咗床之外，仲可以放個高身衣櫃。佢三邊有窗，非常光猛，對住係附近嘅樹林。第二個房間同第一個房間面積相若，亦係有三邊窗，非常光猛，對住係附近嘅樹林。